嗨，大家好，我是躺平树，今天是2026年7月8号。这一期咱们聊一聊地方财政收支情况。大家都知道，随着房地产低迷，很多地方政府主要是靠地方土地收入，对土地收入越来越大的，那目前它的财政困难就相对较大。大家都大概知道，通过媒体报道，但是到底大到什么程度？我们今天聊一聊《经济观察报》2020年7月6号刊登一篇报道，它的标题叫《在底线和红线之间徘徊的县财政局局长》。那这个是官媒《经济观察报》7月6号刊登的一篇报道，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官媒的报道。从这儿也能看出地方政府财政这一块压力是非常大的。作者叫杜涛，他是这么说的。当然了，这个具体的地方地名，他就这个县市他的没有说。东部某工业县财政部门负责人每月常为资金调度苦恼，尽管在外人眼中这座县城的 GDP、 工业用电量、工业增加值保持着可观的增速，但该负责人发现，在亮眼的统计数据之下，却依旧形不成有效的财政收入，财政收支差额持续扩大。这个有点像《红楼梦》里面的王熙凤有大的难处。你不要看表面这个数字很好看很光鲜，但是实际上他作为整个的贾府的当家人，王熙凤就是财政负责人大管家，他知道收支非常困难。即便财政收入有所增长，也不意味着可用财力出现大幅提升。计算上专项债付息，体制上善解，也就是往上交钱，大概这意思。历史欠款后，本级实际可调度的资金并不富裕，也就最终到自己手上能支配的越来越少。那就相当于一个家庭，你的工资好像是涨了，媳妇的工资也涨了，你感觉家庭收入应该多了，但实际上你有某些扣款多了，是吧？个税交多了等等，最后实际上到你手上的并没有多，你可支配的并没有这样见多啊。这个地方政府也是如此啊。说即便本就有限的可用财力，还时常遭遇各种偶发因素的冲击。最近该负责人所在地区的某国企到主要领导面前呈报风险，以资金断裂、项目停工为由，要求财政支持。主要领导出于稳定考虑，直接批示财政予以解决。在当前锅多盖少，就是缸多盖少，咱们老说8个缸5个盖子，这种情况下，若国企再支出一部分资金，这个国企它不仅不能上交财政一些贡献利润，它反而还要拖累财政，还要财政给它纾困。那这样一来，其他地方缺口就会立刻显露出来。国企自身造血能力不足，需财政持续输血维持运转，进一步削弱了财政可持续性。该负责人说，这就相当于一个家庭本来收支好不容易平衡了，突然家里一个主要成员生病了，而且还是比较大病，或者是长期的一个病，那你说怎么办？那当然马上是不是就陷入困顿，就揭不开锅。在没有增量资金的情况下，上述负责人只能通过调度库款、协调拆借或新增融资等方式应对。你得找钱呐。可问题在于，财政局局长手中掌握的金融资源是有限的，如果用于国企纾困，就意味着政府刚性支出。什么叫刚性支出呢？就是工资养老金、民生保障，可调度资金也相应减少。这种拆东墙补西墙的操作，本质上是将国企的经营风险转化为政府的财政风险。过去城投国企给地方政府融资，现在财政也不得不给地方国企买单售后。不过在该负责人看来，目前部分工业端的增长虽然一时无法形成足够的财政支撑，但长期来看依然为财政进一步平衡提供了空间。该负责人认为，在现行财政管理体制下，县级财政缺乏政策制定自主权，也就是按他县市级的财政不能自己去制定这些，他得按照上级指示。面对自上而下的提标扩面要求和各类考核问责，也就是他权限有限，收支压力极大，
他希望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能够尽快落地，以理顺当下诸多问题。各级政府间收入分配、财力事权、地方城投国企转型等，也就是财权和事权也要匹配，要不然活多的他要照顾的面多，但是他财权实际上是不够的。这是地方政府县级财政部门他的呼吁啊。经济观察报他第一个部分他说他是一个工业县的税收账本，先把这个账本给大家看一看。该工业县由数个产业集群支撑经济发展和税收增长，那就说明这个县它不是说什么落后地区，说没有工业，人家还有工业，还几个产业集群，那就不是那么弱的县。就这样的县，它财政也困难。在中国各项税收中，增值税是最主要的税收来源，而工业企业又是增值税的纳税大户，这也是各地重视大型工业项目招商的原因之一。为什么各个地方都招汽车厂商去，招各种各样的大企业去？因为大企业、工业企业，它只要机器一开动，增值税就来了。增值税应该是流转税，那种反正你卖东西，你进口进原材料上面都有增值税。有产业支撑，这个县的财政收入状况表现尚可，也就是它并不是说没有财政收入，它是有的。疫情前，该县税收收入分成以后，分到他们县的，约为一年40亿元。税收占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比重78%，这还可以啊，对不对？一年收税，最后一分到他们县有40亿。疫情后，税收收入逐年下行，去年已不足30亿。这种我们每个人其实都知道，你当过家都知道，你家庭收入涨，那你过的日子就舒服一点；如果家庭收入一年比一年低，那你日子肯定是越来越紧巴，因为你的开支你没法压缩啊，收入在下降。所以它税收由40亿，已经经过5-6年已经降到30亿了，5年间减少10亿元，税收收入占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比重已降至60%左右。一般情况下，税收占比越高，意味着财政收入质量越高，因为税收它是可持续的，它不像上面的拨款拨了就有，不拨它就没有，那不可持续，不可预见。税收是相对还比较稳定的，那个5年才下降10个亿。尽管税收收入有所下降，但当地反映经济活跃度的各项指标并未下降。该负责人发现，工业产值与用电量数据正在增长，但由于减税降费、部分企业大拆小、享受税收优惠等因素，导致地方流程税收萎缩，叠加考核机制错位，基层财政腾挪空间极为有限。什么意思呢？现在不是要给中小企业减负吗？减税降费，那很多大企业就像加州老师一样的，加州老师他就享受小微企业税收优惠，非说自己的企业是小微企业，一下就偷税漏税了。那很多企业也这么干，他本来是大企业，他把它拆分出来，很多小的，那这样他就享受一些中小企业那种税收减免、费用下降等等。那实际上这个地方政府他就觉得我们这个地方用电量还在增长，工业产值也在增长，那怎么税在下降？那实际上就是很多企业他就去钻了这个漏洞，就像加州老师一样。他举例子，他说他发现当地一些规模企业会进行分拆，即将较大企业拆分为小微企业，以享受小微企业的税收优惠政策。这是经济观察报报道的。该负责人提到的拆分问题是很多地区常见问题，特别是在工业强县。一位税收专家判断，一个工业发达的县因拆分可能损失税收收入每年达1亿元左右。这个确实，就加州老师一个人拆分，那税就少好几百万一年，是吧？那你说这个那工业企业啊，那不更厉害吗？近几年税务部门也持续打击拆分骗享优惠政策的企业。2020年2月，西藏拉萨、江苏扬州、安徽铜陵、甘肃嘉峪关等地税务部门曝光4起依法查处的通过虚列研发费用、个人账户收款、隐匿收入、拆分收入、虚列成本等手段骗享税费优惠偷税案件。那这个就不用说了，前一阵子咱们媒体报道北大荒需要补税14个亿，还有哪个国企我一时想不起名字，也要补税，是中国银行是吧？
这是媒体报道的，这都是央企，还不是地方国企，对不对？是直属企业的税收上面都有问题。一方面说明这企业为了完成 KPI， 什么手段都用；一方面也说明税收这一块压力大。你说央企，你说地方国企，它是为了或者民营企业，它是为了个人利益，比如加特老师，他是为了他把它变成绿票子，到美的那儿买房，给美的输送炮弹，那是加特老师。那你说央企他这么干图啥？所以说实际上就反映了一个是企业 KPI， 企业压力也大呀，上面上级机关也让他交税，也让他交利润，也考核他。那税务机关压力也大，税收跟不上，所以说这两下子就较上劲了。所以很多上市公司要补税，这种新闻也非常多，都是媒体报道。中国经济观察报说，2020年上半年，中国多项工业指标回暖，特别是出口经济表现优异，但在部分地区，由于多种原因，工业的回暖并未完全形成对财政收入的支撑，也就是数据就打架了。看着出口、工业都在向好，但是税收却没体现出来。那专家认为，媒体就认为这恐怕就是跟这些企业以大拆小、钻政策的空子有密切关系。一方面是土地拖累效应仍然明显，财政部数据显示，2020年1到5月，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8048亿元，同比下降28.7%，比去年那连续5年都在下降。你看2位数下降，连续5年啊，连续多年下行。另一方面，在部分地区，传统的用电量等数据并不能完全反映工业真实情况。有关人士在调研中发现，有的地区为了维持用电量数据，让当地经济看起来健康良性，会想办法增加某些特定产业的用电量，来保持总用电量。什么意思啊？经济观察报他说，他的意思就是有的地方为了让经济显得稳中向好，所以他虚增用电量，在某些产业特定的方向，它让这个用电量上去，因为这样才能互相验证。你说你的 GDP 涨了 ，GDP 6%的增长，那你用电量也得6%增长，对吧？或者几%的增长，你的用电量是在下降。你说你 GDP 增长了7%，那这个就，对吧？有好事的人他就会挑刺儿，让你解释。有的地方他让用电量它也同比增长。你看，这就是很多网友说的，你撒一个谎，你要10个谎去圆，你一个地方数据有问题，那你要很多地方都得去改，牵一发而动全身。经济观察报的意思，很多地方 GDP 或者是增长，实际上是有水分，所以你的税当然收不到，实际上人家没增长，对不对？就这个意思。也有工业重镇的相关政府人士介绍，其所在地区也出现了工业产值用电量同比大幅增长，也就是它没有问题，数据都是真的，工业产值也涨了，用电量也涨了，但来自企业端的税收并未明显增长的情况，反而是来自资本市场的个人所得税出现大幅增长，也就是韭菜牛马，你是踏踏实实要交钱，因为你的钱你没办法藏匿，你跟加特老师不一样，加特老师的手段多。中国经济观察报第二部分他说，老龄化下的三保压力，也第一部分讲的是地方政府它收入税收这块的这些问题，那第二部分讲的就是支出了，地方政府支出就是老龄化下的三保压力。随着老龄化加速，这个工业县的三保支出压力越来越大，该地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月度在职人员缴费约4000万元，仅能覆盖小部分退休人员养老金，财政每月需要额外补贴6000万元，全年累计补贴金额超7亿元，方可确保养老金足额发放。也就是这个县的财政收入里面，一年要拿7个亿出来补贴当地的养老金发放。此外，该地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每月也需要财政补贴4000万元左右，全年补贴5亿元，仅此2项年度财政支出已超11亿元，这给退休的人发养老金。我国养老保险采用代际赡养模式，当前每月养老保险征收收入不足以覆盖单月养老金发放支出，叠加财政补贴标准逐年上调，补贴规模持续扩容，持续加重地方财政支出负担。所以你说这个县，你想象一下，在这种情况下，你让他跟农民每个月增加200块，你说他难不难？
就这样，他现在一年要补贴11个亿用来发养老保险、养老金。你说再让他给农民增加200块，他确实他难了，他没钱。编外用工成本居高不下，也是压力之一。这就是编外人员了。这体制内有很多编外人员，包括辅警等历史遗留临时聘用人员在内的编外人员，每月支出3000万元，年支出接近4亿元。若将这部分临聘人员与在职公职人员的工资及五险一金合并计算，全年相关支出已破25亿元。这简单点说，这个县给这些人发退休金，养这些公务员，编内的还编外的，就这些养人，一年就要36个亿，就你要找36个亿出来。此外，民生保障类支出体量庞大且持续增长。据上述负责人介绍，仅低保、无保、失独家庭及残疾人补助等专项民生支出，每月急需1亿元至1.5亿元不等，全年合计达10亿元。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持续加深，高龄津贴等普惠民生政策的单人补贴标准虽不高，但依托庞大的老年人口基数，仅该项支出年度规模便达数千万元。这个我知道，农村高龄补贴好像就是几十块钱啊，20还是多少？就一个月、一年好像就反正大概200-300，大概就是这个数，我记得不太清楚，反正不多，就是几百块。高龄补贴啊，好像超过70多岁、80岁可以领。但是你单人不多，但是他架不住人多，是吧？所以这个也是沉重负担。该负责人坦言，在县级财政持续紧平衡的态势下，上级出台的部分增支政策缺乏对应转移支付配套，进一步放大基层收支压力。以人才补贴政策为例，现行政策将技工、中专毕业纳入补贴范围，本意是拓宽人才引进覆盖面，但相关补贴需由县级财政配套出资，直接加重地方负担。此类政策制定权限集中在省市层面，区县并无调整优化的自主权，也就是上面制定这些政策，但是具体落实是由下面县市这一级的财政他来承担，那就有点麻烦，压力就很大。人才补贴并非个例，多数上级职能部门出台的专项支出要求均未配套专项扶持资金，持续挤压基层财政空间，加剧财政支出压力。大家在网上就看到很多报道，有的地方不是提倡生二胎吗？生二胎不就是给补贴吗？结果这很多人去有关部门去领补贴的时候说，政策是有，但是没钱。你看一样的道理，回去等着，什么时候有钱什么时候通知你。政策是有，就是没钱，配套的钱没到。经济观察报说，债务率两难，说2020年上半年多地通报了为地方政府或国有企业虚增收入的案例，监管层对财政收入质量的管理进一步加强。6月23日，这个国务院这个审计工作报告提到，审计税务和海关等部门税费征管、进出口监管等情况，发现存在征收过头税费、虚增财政收入等不良倾向。上述负责人也感受到这一监管压力，在其看来，虚增收入会掩盖地方真实财政状况，影响宏观政策制定，应该被严格监管，但也要看到虚增收入背后复杂的成因，政策纠偏既要治标也要治本。该负责人表示，所谓虚收空赚，并非财政部门主观意愿，虚收收入并不能带来实际的财政资源，往往是为了避免债务率进入红色预警，保证地方基本运转而被迫采取了技术手段。什么意思？我给大家解释一下。因为地方政府它要发债，它要融资一个最关键的一个指标就是你发债的时候就看你的财政收入，你的财政收入和你的负债，这叫什么？叫收入负债比，或者类似于公司的叫资产负债比、资产负债率。那你如果你财政收入少，你发债肯定能发得少，你就不可能发得太多。大家一想就明白了，他政府的财政收入和他的发债是成正比的。那你收入越多，你发债就能多一点，甚至有的时候你的收入达到一个什么警戒线的时候，你就不让你发债。3条红线是吧？资产负债率超过70%，不好意思，发不了债了。70%以下你还能发债，那有的时候卡在那怎么办？你把收入做大一点，资产负债率不就好看了吗？
因为收入是分母，所以你把收入做大了之后，你才能去发债借钱。所以你看，该负责人表示说，所谓虚收空转，不是这个财政部门主观意愿，因为虚收收入实际上不能带来实际的财政资源。地方政府债务率是衡量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核心指标。债务率的定义为地方政府债务余额与综合财力的比值，就是你财政收入的比。你那个财政收入是分母嘛？分母越大，你的负债率就越低。财政部将地方债务风险等级分为4档，红色那就是债务率大于300%，橙色是200%到300%之间，黄色是120%到200%之间，绿色是小于120%。就地方政府你的债务和你的收入比低于120%的，那都算是绿色，是好的，那你就能发债。那其中若进入红色区间，地方政府在经济发展、投融资方面会受到一定限制，因此一些地方为规避红色预警，会通过国企循环、空转等方式提高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或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以做大分母。上述负责人说，由于这一指标影响巨大，债务率的考核指标往往成为上级部门关注的重点。省压市，市压县，在年度收入预算执行中，即使收入降低5%，都难以被上级部门接受。上级部门不调整考核数据，基层就陷入不虚收挨板子，虚收也挨板子的两难情况。这是经济观察报说的，也不挨揍，造假也挨揍。因此在该负责人看来，虚增收入的症结在于上级考核指挥棒，就是债务率、收入正增长硬性要求、隐形债务问责，与县域真实财政能力严重脱节，且指标制定部门还缺乏纠偏意愿。那你说一个县这样，你把所有的县加到一起，它的收入数字，对吧？我一直说只能参考，就这意思。在目前强监管背景下，地方也面临收入和债务率的两难。若挤掉财政收入中的水分，真实债务率可能触发红色预警，其结果是当地主要领导不能被提拔，地方政府债券额度大幅减少，就是发债，银行授信也会收紧。若继续虚增收入，保住负债率指标，则有可能面临监管部门的问责追责。这是经济观察报说的。那你说地方官员他就陷入两难。一位长期研究债务率问题的政府投融资人士认为，当前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演化呈现出分子膨胀与分母脱水的特征。分子膨胀指沉重的债务、还本付息压力挤占大量本应用于民生保障和产业扶持的财政资金，不仅拖累公共服务供给，更抑制实体经济活力，导致税基萎缩，财政收入增长乏力。财政不足之下，为维持运转和避免违约，地方不得不继续举债借新还旧，导致债务余额持续膨胀，进一步加剧偿债压力。分母脱水指随着监管趋严，以往依靠空转和虚收等方式虚增的财政收入，也就是把分母虚增了，做大了，正在被强制挤干水分。分母脱水使统计口径回归真实，但也会导致债务率计算公式中的分母缩小，从而推高了债务率。你说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实际上你解决不了。比如说，那好，我把你指标调低一点，刚才说了120%以下是安全的，我现在给你调到200%以下是安全，你把分母搞真，不要搞假的了。那行，那刚开始他肯定分母是真的，那后来等着他债越来越多，债务率又到接近200了，这时候怎么办？老一套又来了，他又得去把分母搞大。所以你把那个 KPI， 你把那指标给它调一下没有用。其实大家明白这什么意思？实际上这个就得互相监督。该研究者说，在这种压力下，一旦某地债务率突破红色预警线，常规融资渠道就将被切断。为应对到债务，地方政府可能被迫转向非标、高息等饮鸩止渴式的融资方式，这将进一步吞噬有限的财政资金，形成融资越贵，财政越紧，风险越高的死结，就是恶性循环了。经济观察报在采访中发现，部分地方政府为做大分母，会介入高息过桥资金进行土地拍卖，以扩大政府性基金收入。这是经济观察报说的，也就是现在天天
说各个地方拍地又拍的怎么样，卖地又多了，那你说里面有多少是介入高息过桥资金进行土地拍卖，扩大政府性基金收入的这种刷单呢？所以我早就说了，这卖地很多都是地方政府刷单。该研究者建议，在当前阶段，债务风险的监测重心应当适度从债务率向付息压力倾斜。具体而言，应重点关注付息规模占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比重，这个也没用，以此作为判断地方财政是否可持续的先行指标。研究者他的建议其实没有用，为什么？如果他这看上去很合理，你别管人家借了多少钱，你只关注他付息。如果他利息非常低，你就不用管他，他借的多，反正他利息很低，这一下就轻松多了。如果他利息高，那利息都已经占到一个比例了，那这个就有问题，所以你就盯他利息，那他低估了加头老师造假的能力。那加头老师他到时候他借钱的时候利息他就可以帮你搞2份协议，明面上的利息非常低，桌子底下还有一套合同，那是真实的还要补的利息，那你说你怎么弄？所以你就要善有政策，下有对策。那加头老师天天也主张搞大头是吧？要做大头，怀念过去，你看看是吧？他的目的就是这个。所以你要防止加头老师这么干，那最好的办法就是有人监督加头老师。加头老师每一份收入和每一份支出都有人去监督他，那他就做不了假了。放在阳光之下，公开透明。但是加头老师你怎么监督他？他说另一方面，对债务率的考核也应从单一静态指标向多元化、动态化评价体系转变。在动态化方面，该研究者建议引入动态调整机制。现行红橙黄绿4档预警线自设立以来始终保持刚性，未能充分考虑经济周期与发展阶段的差异。他建议根据宏观经济发展阶段、区域功能定位以及复苏进程，对债务率警戒线进行动态调整，避免一刀切导致误判和不必要的行政干预。在多元化方面，该研究者建议重新定义债务率分子与分母的含义。目前的算法存在一定的不对称性，分子端债务余额在实际监管中往往涵盖了广大义务债务、广义债务，既包括法定政府债务，也涵盖了城投平台的有息债务，就是隐性债务。分母端综合财力却仍局限于一般公共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等传统范畴，未能涵盖地方国有资本的经营收益。这种宽分子窄分母的算法在一定程度上高估了我国的债务风险水平。上述研究者建议在分母中纳入能够反映地方真实偿债能力的要素，哪些呢？一是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体现地方国有资产变现和分红的能力；二是城投平台等经营性主体的经营性现金流，反映其市场化的造血能力，而非简单将其视为政府债务负担。研究者认为，通过上述调整，可以让债务率指标更真实地反映地方政府综合承债能力与资产支撑水平，从而制定出更符合实际情况的财政政策，避免因指标失真而导致过度紧缩或误判风险。这个研究者他的建议，他的道理看上去好像挺合理的，但是他仅是学术范围内的。因为你把指标怎么调没有用，指标你怎么调，操作的人他都会去迎合你那个指标，去往你的指标去靠，美化他的指标，他的报表。所以说他这个问题不在乎你指标合理不合理，而在乎你一套运行机制合理不合理。指标合不合理不要紧，你指标你怎么调，如果它运行这个机制不改，你刚才就像那个红橙黄绿预警一样的，你把指标调一下没关系。研究者认为分母要扩大什么？把分母本来财政收入就是税收、卖地收入，就是政府的收入，好，扩大着什么？扩大着你当地的国企的收入、国企的现金流都算，你还固定资产的变现，就这些东西都算，那你这分母不就大了吗？你分母一大，本来是已经预警了，分母一大变成绿色了，安全了，不预警了，你这种有啥用？就像考试一样的，让老师把手放松一点。或者说60分及格，这个说60分及格太高了，我们设一个30分及格吧。你设30分及格，难道学生的成绩就好了吗？你30分及格，那学生该睡觉还是睡觉，该不上课还是不上课，到时候30分也是困难，他也及格不了，是吧？这不一个道理吗？你调这也没有用，你还是抓根本原因在哪，根子在哪，
庚子就是加州老师，你看看加州老师那可是单面一套，背后一套，一套又一套，大道理讲的一套又一套，但是自己他在玩什么你不知道，不公开不透明，对不对？结果税务部门一查，原来在偷税漏税，所以说网友说得有人监督他，税务部门监督他，你不监督他，他还这么搞下去。这是中国这个官方媒体叫《经济观察报》7月6号刊登的一篇文章，在底线和红线之间徘徊的县财政局局长。读完这篇文章，其实大家大概清楚了。首先第一个，我一直说的，咱们聊这些东西数据就是参考，不要太较真。这数据怎么来的知道了吧？能够让数据能互相验证，那已经是万幸了。很多时候它都不能互相验证。我们很多公布的，比如说失业率、公布的 GDP， 那都是非常稳定，而且都是能完成任务。年初定了多少，年底一定能完成。失业率就是 5.1%， 没毛病，最多 5.3%， 现在是 5.0%， 非常稳定。这第二个，稳定归稳定，但是下面具体到越末端，越到基层下面，它的压力越大。那就像我们牛马一样，我们牛马是最下层，所以一边看着宏观数字还是不错的，但是牛马就感觉到压力大，失业呀、裁员降薪、工作不好找等等。基层政府也一样，这越往下面，因为它是具体要干活的、执行的，压力越来越大，都一样，感同身受。那第三个大家就知道了，接下来怎么办？接下来未来2年3年突然好起来了，还是说是继续这样？大家自有判断。专家建议也不得要领，说也不痛不痒的，照你这改了，又费时又费力又费钱，就按照专家建议一改，从上往下一改，又要学习，又要发材料，又要大家去领会，就把这一套玩明白，换汤不换药，钱没少费，那不就这意思吗？那就形成一个越改越差，越差越改，恶性循环。所以说有网友就说了，这最好是专家不要建议，专家最好把专家的奖金、养老金或者工资给他砍一半，就稍微好一点，这专家就能正常一点，或者压缩到1/3，这个既能节约政府的开支，是吧？这才是解决问题之道啊！你看刚才说的这个县，每年光发工资、发养老金就36个亿，这政府要补贴36个亿，那本来他养老金里面账户里还是有钱的，所以他补贴这么多。你如果说全部算上发工资，40多亿一个县，那你说把这个砍一半，那不就省20亿出来了吗？这个是立竿见影的。胡锡进老师，你3万一个月或者2万一个月，你给他发1万，一点都不影响，他还继续很感激。好，比如说加州老师，对不对？加州老师现在不也是很感激吗？好，这期节目咱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点赞、评论，谢谢大家。